柏龍收樓啦！如果以呢2年嘅放租情況嚟睇呢，柏龍係近年最多一手租盤提供嘅屋苑啊！大家想住貼近地鐵沿線又想住新樓嘅話呢，一定要留意一個屋苑啊！柏龍係位於錦上路鐵路站對面嘅，一出站呢，行過去對面就係屋苑啦，非常之方便。如果唔想搭鐵路嘅話呢，對面 C 出口呢就係巴士站啊，小巴巴士可以搭到嘅，就好似268啦，係由八鄉路總站去到由博路簡約公屋；64號 K 呢，大埔墟去到元朗總站；251A 呢就係錦上路站嘅循環線；77K 呢就係上水總站去到元朗鳳翔路總站。A36 咧就係錦上路站去到機場巴士總站 ，NA36 就係國泰城去到錦上路站啊。中途有咩站咧？大家可以上翻去九巴個 app 嗰度睇喎。大家想住近地鐵沿線，又想住新樓，不妨留言俾我，我幫你安排睇樓啊！